嗰個梁夜官嘅咩？今時又點同往日呢？正所謂話價高者得啦嘛。你真係啊！你真係目光短淺，也欠缺一條放眼量。量乜嘢量啊？我而家就係狀元的丈母娘。生科狀元到，哎呀，生科狀元到啦，出迎！若過龍門三級浪，一朝陰劍撞元朗，十載寒窗功不忘，劍合為燈中放光，奉旨元勳將妻房。論狀元身科高中啊，有失遠迎，望求恕罪。乜罪得願外吹開，才有今日得來道謝啊！哎呀，不敢不敢。啊，因何不見我妻呢？正在房中打扮。快快有請，有請狀元夫人。請切不對，不對，不對。對呀，佢正是我家女兒。你唔係過府提親嘅咩？係啊，我提府中嘅阿秀啊嘛。乜話？阿秀？我家侍婢阿秀，對，正是阿秀。我與阿秀情投意合，早已約定，成雙。曾有信呢問，遺憾緣正三生，石雙。奉旨元勳之日，遵從足禮。同我似翻來嘛，縱得狀元歸，即是花足娘。不受金勾調啊，擺尾搖頭出大江豈能亂點鴛鴦，灑的什麼花樣？什麼狀元來？
我並冇羞辱你噃。咁你石父求親，送禮吉福，用嘅係什麼元氣？我隻吉服聲明送與阿秀，你自己攞嚟穿戴又與我何干呢？我話你啊，好有一味。味乜嘢？木匠擔家，自作自受。呢種人靚就靚啦，貴在一雙白鴿眼啊！與佢為難呢，快啲執翻起來！我唔執，快啲執！唔執啊！一定要執！啊，好，地執，不准代勞，一定要佢自己執，定要佢執，一定要執，否則一誤再誤㗎啦！此話怎解？員外夫人啊，你家姑娘愛風光，我有心牽線作雅娘，福祿鴛鴦，天賜一雙，共他中意如衣裳。且聽起樂齊奏，鼓聲響，為人到府上。有請新科進士梁大人來了。搞掂晒㗎啦，睇你啦嚇！多謝倫兄。新科進士，現任知府梁儀官，大殿姨媽儀長。你係儀官外甥？正是儀官。中進士啦，中進士啦，做高官啦，現任知府。你嘅腳，姨媽姨長，點啊？我同你哋講啦，多得農狀元妙手回春，響我鞋底度加多咗排獎，咁我隻腳咪冇事咯。有道士別3日，刮目相看，還不快向表妹求婚，待何時呀？多謝倫兄。新科進士，現任知府梁儀官，向表妹求親來了。表妹啊，表妹，你講嘅十分如意，恐怕如今都有9分啦啩。表妹，關於我倆嘅婚事點啊？表妹，我依家唔同晒㗎噃。既
兒答應婚事，還不快將吉服執翻起來？表妹，咁你就執翻起佢啦。唔執，表妹，執翻起佢啦。你執。表妹，家下我唔執得噶啦。執就執啦。表妹，呢個係鄰俊園送俾你嘅吉服，還邀請我倆與狀元夫婦共戴花堂。咁阿嫂嘅吉服呢？哦，我早準備好啦，一嚟將狀元夫人嘅鳳冠霞帔送去。是。有請阿秀賢妻，有請狀元夫人。
家人哋收得嘅收得。